研发中心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，它也不是只是一个空间，它是一个智慧技术即将梦想成真的一个基地。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来到现场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其实从我昨天踏入我们的研究中心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，机器人其实不是要取代人力，它不是，它是要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更多只有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可以将温度做在需要的地方。